拼了！知道老爷我为什么不让栓子赶车了吗？笨，因为今天的事儿，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张胜知，不能让第4个人知道，明白了吗？唉，今天的事儿想好怎么办了吗？老爷，如果今天咱们不来的话，那个武姬横竖也是个死，就算夫人把他打死在西市，也没有人管。老爷一会儿进去把他偷偷杀掉，反正老爷也有契约在呢。啊？哪儿呢？这个是上月老爷晕倒的时候，奴婢从您身上拿的。臭丫头，拿了我的东西为什么不给我？你那个时候对夫人不好，奴婢替夫人生气。拼了！好，二女，一会儿你直接打车回家，告诉夫人派人来接我。我一会儿要到公堂上去跟人说清楚。你就跟夫人说，一口咬定是那个小狐狸精偷拿了我的玉佩，记住了，咱们放倒个牲口都得有个说法，更何况是个人。看来老爷这次是真的动了杀心，一会儿从哪儿下刀呢？这儿。老爷，好好的一件事被你弄得血淋淋的，奴婢害怕。你怕个屁！你那么人精。老爷以后不想见他了？不想。也不知道那个院子有多大，值好多钱吧？再值钱也不想要了。其实我根本连见他的念头都没有。那还不简单？房子给他，契约也还给他，让他10日里把房子卖了搬走不就得了吗？夫人这1个月很忙，肯定不会动他的。我就是怕他不同意呀。老爷，你当人人都跟您一样啊？您从小就高高在上，您怎么会知道下人的想法？一个武姬根本算不上人，下人还有个人字。今天您把卖身契还给他，他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当个人了，去官府上填个户籍，体会做人的甜蜜与辛酸。唉，想不到这古代女子如此守信，想想当今这儿哪儿这么容易就给打发了？子豪兄，咱们到了，我去敲门啊。哎，这就我过来。这件事啊，就让贱内来解决就行了。哦，子豪兄言之有理。那小弟就先告辞了啊。好，告辞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这次就让你替老爷我解决这件事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王夫人。去吧。看着我，哎，看着我，想吃不想？想吃啊！想吃，告诉我，小侯爷和二夫人是不是密谋私奔去了？姐姐，别送了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快回去收拾东西吧。夫人，您的大恩大德，小女子没齿难忘。夫人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搬走。快回去吧。怎么样，成了吗？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事终于解决了。一会儿咱们俩还得去一趟西市，再吃顿饭。你中午都没吃好，立了大功了你啊！老爷，那个你今天答应我的事儿，还算不算呢？什么还算不算？就是你答应我今天代表夫人的事儿。算啊，你今天不是都代表过了吗？那今天还没结束呢。
不是让我全带掉了吗？这丫头一天都想什么呢？一点都不学好，收拾你啊！那老爷说的到底算不算数？算。好了，从现在起到回去之前，你都是王夫人，好不好？夫君。夫人。哎呀，你别拧了，一会儿把腰都拧折了。快，上车吧，夫人。夫君您上车。哎，夫人上车。哎，怎么不动了？沈侯爷，是晚高峰。夫君，急个什么呀？不急，夫人。夫君，你看外面的云多美呀！秋高气爽，风轻云淡。夫君，今天真是好啊！没有夫人好。夫君，自从你生病了之后，你就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对夫人的种种好，妾身都看在眼里，妾身为夫人高兴。坐过去啊，坐好了，快到家了。我一身味儿，回去还得解释。嘿，二娘子。小侯爷，咱到了。小侯爷回来了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二女，你去烧壶水来，给我洗洗澡。哎呀，我这身上一身臭汗。哦，哪里臭？夫君今日很香嘛。啊，对，我差点忘了。今天我特意去素颜斋，给夫人买了一瓶绿色无添加的上等胭脂。新上市的品种，啊，我最喜欢的味道。听说是金秋限量版的，只发售250套。啊，那现场火了去了，人山人海的，我好不容易才挤进去，挤得我一身臭汗，我得去洗洗。哎，等等，夫人有何吩咐？二女今日服侍的如何？夫君可还满意？不好，太不好了！这丫头傻不拉几的，笨手笨脚，气得我真想抽她。夫君息怒，那丫头好歹是我的陪房丫头，教训她是我分内的事，就不劳烦夫君了。我这就去抽她。哎，别！对待小孩子应该以教育为主啊，打坏了就不好使唤了。我就说说，还没真抽呢，夫君就心疼了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啊！这是我给夫人特意买了一个镯子，你看这颜色、这质地、这款式，简直就是给夫人量身定做的呀！快，夫人戴上，我看看好不好看，真是太适合夫人了。我真喜欢，谢谢夫君。不用谢。这么绿，